又一個神奇嘅走佬富豪啊！早2年已經走咗去日本㗎啦，捲走咗幾多錢我哋唔知，但係佢留低咗3000幾億嘅爛攤子。夠鐘聽古仔啦！今日要講嘅係上海軍火集團到底係點樣通過造假做到過千億規模嘅故事。上海軍火集團喺2003年成立，開頭佢係做鋼鐵貿易起家嘅，不過做下可能覺得做實業嚟錢太慢啦，於是乎佢開始鋌而走險，全部造假，而且手法相當高明。總體嚟講，佢有3大操作手法。第一招，虛構營業額同銀行攞低息貸款。軍火集團同地方城投公司合資成立咗貿易公司，貿易公司以採購鋼材為名，比如話從軍火買入1萬噸鋼材，帳面價值差唔多12億到啦。幾日之後又將呢批鋼材原價賣翻俾軍火，實際上鋼材放喺個倉庫度根本就冇喐過，除咗倉單係造假嘅，其他例如合同流、發票流、資金流3流都合一係真嘅。同一批貨喺短短3年裏面已經被交易咗80幾次，靠住呢一招，軍火集團憑空創造咗2500幾億嘅營業額，從而喺銀行獲得到大額嘅低息貸款。第二招，偽造企業意向書，虛報招商成果，用產業招商作為誘惑，喺地方政府獲得低價嘅產業土地。軍火呢同地方城投傾好，對方以低於市場價格出讓一塊產業用地。軍火呢就承諾招商引資，拉動稅收，帶動就業，跟住攞一大堆要入駐園區嘅企業意向書交差。注意啦，只係意向，唔係合同。跟住再將產業園區嘅項目包裝成為呢個成功案例，通過中介等渠道將廠房賣俾唔知情嘅企業，或者係散戶投資人，或者喺冇預售證、冇規劃審批嘅情況下，直接用意向合同去融資。相當於一個廠房佢變相買2次，實際上產業園入面嘅企業唔會真正進駐嘅，招商成績都係虛構嘅。第三招，利用同政府合作嘅框架協議以及同城投合資公司嘅項目，對外募集私募基金，承諾高額分紅，最後肯定就係資金都被挪用晒啦，買咗私募基金嘅渣都冇得剩咯。通過呢3招，一環扣一環嘅組合拳，軍火項目都仲未做，錢就已經借到啦。呢啲錢一部分填補咗公司運營嘅資金，更多嘅一部分係被轉移到境外嘅空殼公司。本來一切都按計劃進行嘅，但係今年實施嘅貨物流、資金流、票據流3流合一嘅監管新規，打破咗軍火賴以生存嘅左手倒右手模式。直到今年6月份，嚴重嘅債務危機令到軍火浮出水面啦。8月正式被立案調查，冤有頭債有主，冤大頭仲喺度，但係黑手已經揾唔到人啦。軍火集團幕後老闆創始人何其喺2023年已經走佬咗去日本啦，啲資產都轉移晒過去。屏幕前嘅你聽完之後有冇咩感想呢？貸款揾到飯，包你唔使煩。